台北捷运今日早起7点外，大家咧赶上班的时间，有一帮列车在车厢内底雄雄有乘客手机开始抢烟。这捷运人员是赶紧引导旅客落车，用这白火器甲火拍花。加在是无人受伤，嘛无造成列车慢行。 旅客记录早起7点11分8节淡水信基线这台列车经过明环西路站了后，车厢内开始抢烟，大家开始向公道走，到后一站相连，真侪人走落车，也看到一位乘客提烧草背带的手机。旅客表示，到相连站了后，就有这份警官提白火器来拍火。味道闻到应该就会警觉一点。车厢门旁边都会有那个紧急呼叫钮，我就可能会去按那个，然后都先跟车长讲一下这样的状况。台北捷运说明，这台由相连站往象山方向的列车，伫第一时间有旅客持对讲机反映车厢内有烟，情况中心时只是站长去处理，确定是一名大约50岁男性旅客，手机抢烟已经走落车，佮使用灭火器拍花，无烟雾。确认为一名旅客手机冒烟，经引导旅客下车，并使用灭火器扑灭。 系统营运正常。台北捷运表示，目前电联车每节车厢到柜台拢有灭火器，若发生火警，旅客会当摕来用。可呼吁旅客使用电子产品，爱证明商标检验标识，避免碰起来、破损、摔掉架。若将电脑使用，若因为手机家己导火，影响行车运转，影响公共安全，严重者会当依照刑法第184条公共危险罪论刑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